因为不办交通部修法提悬无让过路人伫当伤死亡的罚金，今仔日有真侪职业驾驶去到交通部来抗议。另外一方面，行政团体是认为交通部直直咧修法，也是暂时的大执法作为，根本就无法度来改善交通安全。因为交通部是回应讲，因会继续来修法保障过路人，嘛会针对道路的环境，也有教育等等来改善安全。车身大路，计程车一台刷一台，说交通部不办交通部修法，致人重伤或者是死亡，除了起罚金约3万6，而且吊销驾照4到5年免考照，上紧6月开始。职业驾驶认为，多方面约束驾驶无合理，应该也要教部重罚无遵守规定的过路人。相对的，你要吓阻这个驾驶人，你对于行人也要有相对条件的提升，而不是说今天行人罚个500块不痛不痒，根本对行人来讲根本不会影响。行政团体是指出，交通部这几年政策是一直变化，亲像原本计划加严处罚，后来又开放微罪无检举，6月开始又加重无让过路人罚款，政策摇摆会加重人车对立，对交通安全的改善无帮助。主管机关应该负起责任来，而不是让社会上的各个用路人去互相对立、互相对抗，而是交通部把道路工程建设好。车辆跟行人本来就是一个不对等的一个存在，但是一旦发生事故、碰撞事故的话，当然受伤最终往往是行人，所以我们是政策上都是强化弱势用路人的保护。交通部回应修法是为保障相对弱势的过路人，不过也无安尼降低处理量能。今年到即马，警政单位统计无让过路人甲过路人处理件数，拢比去年较悬。交通部也积极推行包含斑马线退缩、小行人专用事项、改善路型等等，继续优化交通环境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